来看这民众伫路林的时呢，为着要让这救护车先过，结果煞定有人去互开红单。即卖为着要改善这个问题，高雄市交通大队呢是来开创这智慧辨识过路的系统，透过 AI 的辅助来取消一寡为着闪救护车开出来红单啊。这警方是表示讲，会先伫高雄的左营甲灵雅两个路口来试办，若准效果有影真好，安尼就会扩大来推广。 高雄市中正路甲附近路口救护车一直呼呼叫，不过头前的车无人要让，就安尼塞伫咧车阵内底。敢若是因规撞着红灯，佮加上路口有科技执法，大家惊风法唔敢让。根据高雄市交通大队的统计，113年甲114年，民众因为让救护车红开红单去申诉的案件，分别有23件甲13件。民众讲，赛车撞着救护车，虽然有时嘛会惊风法，不过伊也是会让。这是基本的观念吧。那会怕就是因为礼让救护车被开红单吗？不会啊，因为那个红单应该可以去申诉吧。让救护车煞红开红单会当申诉，不过民众家己爱提供影片，也是救护车车牌号码违规时间。若无警方嘛协助查证，这上无爱开正10天去处理，嘛爱顾人力的资源。对民众甲员警来讲，拢是费气费力。高雄市交通大队对12月中开始，就先选伫苓雅区甲左营区两个科技执法的路口，透过 AI 智慧来主动辨识过路，对源头直接甲违规来取消。推查个单已经成功处理出件。如果救护车有闯红灯的情形之下，那它会自动截取前后有因为避让救护车而违规的车辆，回传到我们的主机后端之后我们员警会再进行审核，予以剔除。警方表示，高雄市到11月底为止，拢总有107个科技执法路口，这套 AI 智慧辨识过路是全国首创。若是成效好，未来扩大到病院周边，甚至是全市的科技执法路口。而且除了救护车以外，也有可能会增加消防车等等的特殊车种。记者柯家族、柯兆勇、高雄场报道。